这个国道1号中华交流道的路段发生一件自弄的车祸，一台白色的轿车去压到护栏并车，车顶5个人轻重伤。车顶的乘客落车了后，是用手机的手电做警示，提醒着来车。但是这个手机手电真无光，后壁驶到位的车看无，差一点来对撞。警方特别来提醒。 发生着交通事故，若无照规定，伫事故的现场的后壁100公尺的所在来放警示牌，或者是交通锥，相关的当罚款6000块。民众伫国道赛车，当要切出去落交流道的时阵，向头前一台轿车并伫内边的车道，加速行一个是赶紧减速向正边闪。 加速真生气，好佳在伊紧急打档无共弄落。当时伊看到3个少年人都徛伫并车的轿车边无看交通锥，而且其中一个人佫摕手机用内底手电当作是警示。严过伫暗时国道，这个电火根本上熄拍，非常的危险。车祸就发生伫昨暝11点外，国道1号彰化系统交流道往北的方向。 白色轿车唔知是安怎失控去压弄护栏并车，车底5个人拢是轻伤。后座的女子比较严重，左脚开放性骨折，那区域市民街比较属于轻伤。这件车祸并且现场无放3角锥的警示，好佳在无造成后边的车对弄意外。警方讲会依法开单。可能驾驶慌乱没有找到不同标志，所以当时就是还没有摆设。没有摆设的话是处罚3000到6000元的罚款。 警方提醒，若发生事故，爱先使上红灯做警示。事故的现场后壁100公尺，爱放各种的标志，落车翕相尊敬。若是车过赛节，上好将车辆驶往路径或者是避车弯，确保家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